后来继续来看家己一个太太，因为手针知影种起来，手指摕袂落来，到消防队拜托帮忙。家己市消防局的统计，讲像这款手指卡掉咧，到消防局去化救人的，去年就超过20件。 消防人员摕吊鱼线，想要把手指揪出来，不过针头整起来，试真侪摆拢无法度。尾后才摕虎头眼啊，把手指剪断。剪掉了。是。好了。家己这个查某人，因为针头整起来卡手指，伊走去消防队发救命，消防人员甲伊斗3工，嘛总算甲伊的手指摕掉。 根据嘉义市消防局统计，卡手指的事件一年上少平均会有10多件，1809年嘛超过20件。其中有民众饲的鹦哥卡伫咧圈仔内底。消防人员讲，民众卡手指情形会当安尼做。如果已经肿起来的话，就是要泡冷水消肿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抹沙拉油或肥皂，看能不能把它脱除。如果无法脱除的话，就是到我们消防队来寻求帮助。 消防队员讲，民众千万唔通硬带硬有，若无有可能会卡乳癌，互手指头啊受伤。